掌中解脫，菩提道次第24天教授第4日歸依。劫奪僧財係指阻止別人供養僧伽，不向僧伽繳納先前允諾嘅稅，未經僧伽同意善用公共財物等。呢啲事對寺院總管等人嚟講係好容易犯嘅。某啲寺院所派出對外聯絡僧，為咗向施主表示討好，故意講唔需要咁多嘅供養，使得僧伽嘅供養減少。即便減少一片酥油，亦都係阻止別人嘅供養。阻止供養者將墮入無間地獄。犯其他幾種罪惡者將墮入獨一地獄。後者如僧護因緣經所講，當聖僧護從龍界返回時，喺大海邊見到好多獨一地獄，呢啲有情地獄嘅形狀，有啲好似繩，有啲似個煲，有啲似掃把、石臼、柱子、牆壁同埋繩緊束嘅東西，都發住哀怨嘅聲。僧護請示佛，究竟係做咩業而有咁嘅報應？佛解釋話，如成如數嘅有情地獄，喺迦葉佛教法時，未經允許而善用屬於僧伽公共財物嘅繩子同掃把嘅報應。如煲係因為以前有個僕傭喺煎藥嘅時候，幾位比丘對佢講咗啲唔好聽嘅說話，反而將煲打爛嘅果報。如臼係因為以前有位比丘要一位當師傅嘅沙彌為佢舂一啲清油，沙彌話佢而家唔得閒，等一陣先再送你。比丘聽到就大嬲，破口罵，我如果手入邊有石臼，唔好講話清油渣，就連你都掉埋落去舂啦。因故而遭呢個報應。如柱同埋如牆係因為嗰啲人以前喺僧伽嘅道場入邊隨便吐痰同埋擦鼻涕之果報。如繩緊束、腰繩極細之狀，係因為以前有一位寺院執事將僧伽嘅夏季供養削減到冬季供養上去，係削弱供養之報。因此，如果未經同意，就係動用僧伽木材供中嘅一根撥火棍，亦都必然會投生於獨一地獄。誹謗僧伽係指喺公共場合或者私下場合為僧眾取噱後惡口傷人。例如以前有個名叫摩納阿傑毗羅嘅婆羅門，因為對迦葉佛嘅僧眾惡口誹謗而受生為摩羯魚。以下係一個故事嘅概況。好耐以前，印度有500個漁夫喺一條景色宜人嘅大河中下網捕撈魚歸水產。有一日，一條龐大嘅摩羯魚不期闖入佢哋嘅網入邊，500個漁夫未能將佢捉住，因為佢好快順流咁游走咗啦。於是佢哋叫人嚟附近嘅牧人、採藥人同埋過路人，喺500個幾人嘅幫助下，先能夠將佢捕獲、拖拉上岸。大家發現呢隻魚長18個頭同埋36隻眼。不久，成千上百嘅人前嚟睇熱鬧，包括外道律師等人。佛陀事不如時，決定利用呢個機會為大眾開示業果，所以喺好多比丘僧伽嘅陪同下嚟到河邊。嗰啲冇信心嘅人乘機就講啦：沙門喬達摩自稱從不湊熱鬧，而家卻嚟咗啦。有信心嘅人就話咯：佛陀從唔睇熱鬧，嚟到呢度想必係為大家開示稀有嘅正法。大師喺途中設座安住之後，便加持嗰條摩羯魚，令佢回憶起前生，開口講嘢。佛陀就問啦：你係摩納阿傑毗羅嗎？咁佢就答啦：我係傑毗羅。你受到身口意惡行嘅報應嗎？係。
邊個係你嘅惡知識？我嘅媽媽，佢而家投生咗去邊度？喺地獄。你受生喺邊度？畜生。當你死後，你將投生去邊度？投生喺地獄。說話一講完，就嚎啕大哭。佛嘅弟子們感到十分奇怪，呢頭魚能夠憶念前生，又能口講人話，佢到底係邊個啊？於是大眾便請求柯蘭前去問佛。佛陀解釋話，過去迦葉佛時代，喺迦利之王當政嘅時候，從外地嚟咗幾個能言善辯嘅婆羅門，其中有位叫做劫毘羅兄弟嘅婆羅門，能博倒其他所有人。國王賜咗佢一塊土地作為獎賞。婆羅門後嚟生咗個仔，因為長住淡黃色嘅長髮，所以改名為摩納劫毘羅。呢個人學習文法等學科，成為一名學者，經常喺辯論中獲勝。父親死後，母親擔心財物遭他人奪去，就問佢啦：你有冇把握博到其他所有學者啊？佢答：除咗迦葉佛嘅沙門之外，其他人都不在話下。母親話：咁你都要將佢哋博到先得㗎。摩納雅是母至孝，於是遵命外出辯論。喺路上遇到一位比丘，比丘就問佢一個偈頌嘅意思。摩納雅無言以對，返屋企，佢媽媽就問：博到啲沙門未啊？媽媽講實話啦，今日我被博到啦。既然係咁，孩子啊，你應該學啲佛教。但佢哋唔教在家人啊，咁你就出家咯，等精通內外之學，再還俗。經母親一再勸說，摩納雅出咗家，並且精通三藏。佢媽媽又問：能夠博到啲沙門未啊？媽媽，我只係精通義理，佢哋係教正功德兼備，所以我贏唔到佢哋啊。佢媽媽出個主意啦，阿仔，喺辯論嘅時候，你既要展示你嘅豐富知識，亦都要以鬧人為武器。嗰啲沙門驚犯戒就唔出聲，咁樣大家就會以為佢哋輸咗。摩納雅言聽計從，後嚟同眾比丘辯論時候，佯作好唔耐煩嘅樣，講啊象啊，你識咩法啊？咩係非法啊？同樣佢又同其他人講馬啊、駱駝頭啊、驢頭、牛頭、猴頭、獅頭同埋虎頭等共18種，所以佢係呢一生受生為18個頭嘅摩羯魚。詆毀凡夫僧伽亦都唔可以，因為4人以上嘅凡夫僧伽與聖僧無別，如前所講，所以稱呼佢哋為老衲，即無異於嘲弄彌勒與文殊，輕視而家同自己一樣嘅僧眾，口中又喃喃念誦皈依僧，兩者係背道而馳嘅。我嘅大寶上師話，當僧眾喺大殿嘅坐墊上面對面就坐時候，應相互以對方為皈依境，否則好可能對全場嘅僧眾都加以品頭論足。例如你往上手方向睇嘅時候，心入面或者話諗，左手嘅某某老喇嘛為人十分慳吝，坐喺佢下邊嗰個比佢仲衰，脾氣特別大。再下邊嘅某某，哎呀，喺呢啲人當中揾唔到比我更好嘅人啊！皈依僧呢句話本意為皈依十方一切僧伽，而唔係一部分。但如果我哋係咁諗，呢句皈依文則應改成皈依僧，但不包括某某和某某。所以應如傑剛、卻岩、寶之所講，遇見賢友聖僧時，念為修道護送者。無論遇到凡夫僧伽定係聖僧伽，我哋都應該將佢哋睇作險地嘅救生員。對此要有呢種認識。喺修信品增長時，觀想菩薩眾嘅菩提心同埋六道行，聲聞緣覺嘅12頭陀功德同埋增上三學，
勇赴空行嘅落空至護法眾嘅四種事業等，均轉成甘露上注入自他有情。計數廣修歸依時，甘露降淨應分3個步驟嚟作：初略示，次廣說，最後結義。例如歸於上師時，先觀5部上師同時降甘露光明等為略示，隨後長觀5部嘅各部作甘露降淨為廣說，最後又觀5部上師同時降甘露光明等為結義。如果每一種觀想用念珠各誦1圈嘅話，則共計7圈。以下各類照此類推，歸依佛中可細分為四續部同埋顯教殊勝化身5種。歸依法中可細分為聲聞、緣覺、大乘共同道下續部是行瑜伽續同埋上續部無上瑜伽續5種。歸依僧入邊可以細分為菩薩、聲聞、緣覺、勇赴空行同埋護法5種。此外，儀軌中雖未明言，但根據規矩，此處應加誦歸依上師本尊3部等，並觀甘露降淨。觀甘露降淨係密教軌，觀光明降淨係顯教軌。據說有此區別。甘露降淨有3種觀法：一、從光筒中降下；二、纏繞光明而降；三、如大雨傾注。